手大跟下时，大波拢会出来。哦，咱那个尽量摸出来。哦，所以第三只就是咱大家图爱摸出来。哦，好，哎，对头做出来。好，4只唱出来啦。哎，诗会，OK。哎，讲到。橘色，再大声一点点，好，可以。哎，红色，OK， 好。哎，黑色再上去一点，好 ，OK。哎，蓝色，好。哎，黄色。哎，紫色 ，OK。
刘兄弟平安。伫新年的第一礼拜日，咱大家组织来到上帝的面前。即几天其实是阮家族嘛有聚会啦吼。阮一个阿叔对美国做牧师转来吼，伊是二叔，阮爸爸是大囝啦。伊来转来拢定在讲，上帝献的，讲献的是献大囝去做牧师，毋是献我第二个去做牧师啦。伊定在讲即个代志。其实伫旧约内底，上帝爱咱献上好的互伊，咱新年的第一天新春，咱献互伊，第一礼拜日咱嘛来献互伊，所以咱今日才组织三个来礼拜，这是咱请团队为咱来做开始的祈祷。天父的阿爸父上帝，阮感谢你，伫新的一年的开始，旧的拢要变成新的，求你帮助阮。伫过去一冬，阮所经历到的伤害，求你即时来医治阮。过去一冬，阮受到的艰苦，求你即时用你喜乐的灵、喜乐的心来充满阮。求你即时充满阮的伫新的一冬的一开始，就会当有你丰盛的慈爱甲恩典，对阮伫即年内底。互阮会当来跑走信仰的道路，求你来祝福所有的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冬拢有你的恩典满满，伫新的一冬拢有新的盼望。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耶和华，我的心神仰望你。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将你的道路教示我。求你带我伫你的真理，搁教示我，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我通力听候你。咱的吟诗学罗上帝圣诗71首，圣诗71首，基督世界真光，以外无别个。伫黑暗中间，做兄弟来共事。咱若看见伊，亲像看见天父，英君至权上帝。咱起立来吟全首圣诗71首。基督世界真光，以我无别
有势，咱若看见钱，亲像看见天白，永光之冠上帝。基督世界和平，伊我无别个，无人好使伊，煞来看见别个，啥人结连咱，甲白声做一体，永光之冠上帝。基督世界活命，伊我无别个，为阮受错误，受定是你世界，伊有救赎咱，甲白掌管一切，永光之冠上帝，永光归主上帝，伊我无别个，永光归上帝，相信圣经圣白，基督做兄弟，永远甲咱伫地，永光之冠上帝。请坐。下面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伫咱周报第6面。使徒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搭坐伫天顶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来启用离启用文第54篇。启用文第54篇，就是马太第5章。心灵善良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要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互咱做阵额头来祈祷。阮伫天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主，阮伫即个旧历年的初日，你的主日，正信徒会当过来到你的面头前敬拜你。伫即个世界，你有赏赐平安甲快乐，毋过世界人无疼惜。乌克兰的战争已经要2年啊，以色列伫加沙的战争嘛要半年，伫台湾。嘛有大陆的武力的威胁，北韩甲南韩的关系也真紧张。
非洲嘛有真侪动乱，即个世界无平安。求主你怜悯世界众百姓，消除遮个领导者的贪心，会当疼惜百姓，紧紧来停止遮个战争，安慰保守每一个人。恳求上帝，嘛，互遮个领导者有智慧，会当体贴阮老百姓。尤其是伫台湾，阮已经选出新的总统甲新的国会，求主理赐能力互因，无为着家己，也是正当的利益，真正为着台湾，伫这困难的国际关系中间，会当找到真正的道路，互台湾会当搁较自由，无受到外口的人来欺负。阮教会伫目屎嘛徛起久久，阮知耶稣互阮正人的大使命，就是要传福音伫即个所在，互搁较侪人明白你，拯救搁较侪人。求圣神嘛甲教会正同工做阵，带领牧师甲同工伫教会团契事工、主日事工、社会事工，拢得到主你的引带，所行拢得因主你的名。伫今年度，阮嘛教会有真侪计划要活动，求主你带领。阮中间嘛有身体不安的，也求主你赐因甲你同在，体贴因、安慰因软只身躯。阮也将今日礼拜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开阮的心门，听见主的道理。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上赐阮平安。阿门。下面，咱来看一节的圣经，记载伫使徒行传第4章第5节到12节，伫咱新汉译本的第138面。第4章第5节，隔日，因的官府、长老、经学士聚集伫耶路撒冷。这时头，阿那伫地地，佮有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以及基那属这时头的宗族，也伫地地。互因徛伫中央问讲：你用啥物权能，用啥物名行即个代志啊？彼得迄时，互圣神充满，对因讲：百姓的官府甲长老啊，阮才会今仔日，若为着行伫软弱的人的好事来审判，看因安怎样得救。就恁众人甲同以色列百姓着知，是伫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恁所定伫十字架，上帝互伊对死人中搁活的，就是伫伊的名。即人好好徛伫恁的面前，伊就是恁师傅所毋知的招，已经诚做出角的头。搁伫别个也无拯救，因为伫天的无想赐别个名，伫人的中间，互咱点伫伊来得着救。以上，下面咱要献诗，有志因要献的诗是我真爱讲这故事。
下面，咱要请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奉靠之罪的名”。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拄则无注意吼，雄雄徛来台前，忽然间边仔有迄个眼神甲我射过来，提醒我你也无轮到你，所以紧坐转去吼。其实我拄仔咧想的是，咱咧听即个故事，所以我就一直咧头壳内底一直想，我今仔日要讲什么故事咧？今仔日要讲上帝的故事，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我很感谢你，你听阮，你看顾阮。无论阮伫倒位，阮伫什么时的时间、地点，伊拢看顾保守阮。愿主的信心亲身来对阮讲话，帮助阮，互阮明白你的旨意。愿信心引带阮进入到你的话语的内面。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几天咱咧过年，早起我听到有人咧讲，哦，即几天食了足好诶。我就想到顶礼拜，咱伫菜市啊，我毋知大家伫除夕迄天，搁前一天敢有来菜市啊？若有你会发觉，咱菜市啊是客满满。咱买足多的物件，嘛，我想起我细汉的时阵，若种过年过节，也是普通时啊，妈妈若伫厝诶要煮物件吼，伊常常拢会讲：算开，啊，我啥物物件无啊吼，你去柑仔店吼，去甲我摕物件。恁知影若去柑仔店，我上爱摕啥物物件无？糖啊吼，恁拢毋对，我上爱磨米。你知影为虾米？伊米一包足好磨的，磨的我就惊。啊，你知影我上讨厌摕啥物无？鸡卵，会知？哦，鸡卵，你知影为虾米？迄阵上讨厌摕鸡卵无？因为迄阵鸡卵用一种纸鸭仔，毋是鸭仔，纸的地啊，足歹抱的，你知哦？我会记吼，若摕2斤转去吼，无啦，无1斤遐夸张啦，常常拢会破2、3粒。因为哭就破去啊吼！咱去到柑仔店吼，我拢会讲，阮妈妈叫我来买什物，我妈妈叫我来摕什物。大汉了后呢，我就去做代志，也是伫读册时阵。伫读册时阵，咱拢会去教务处，也是去别个班级会讲，
我是靠某某老师来叫我摕什么物件。若是伫木栅国小，可能咱的学生拢会讲：啊，你啊老师叫我来摕什么物件？当咱渐渐大汉，咱的公司做头路啊，咱去要拜访遐的人客。咱去人客遐讲啊，我是某某公司，我的主管是甚物人，叫我来甲你拜访。搁较大汉，当咱来到教会，咱要教会时阵，咱拢会来敬拜上帝。三不五时，咱会甲放物件伫教会讲啊，迄甚物人吼，伊会来摕伊的物件。所以你来到教会时阵，就甲干事还是甲牧师讲啊，迄某物人吼，叫我来摕我的物件。无论安怎，咱咧做一寡代志的时阵，咱咧回想，咱拢可能会靠着一寡人的名，咱要来做一寡代志。伫今仔日，咱所读的《使徒行传》第4章，咱看到的是伫第4章内面，彼得伊讲：我奉什么人的名来咧？当彼得伫《使徒行传》第3章内面。伊用众人咧诉说耶稣，伊用众人咧诉说讲，伊是靠着耶稣的名，互即个摆卡得到医治的能力，是对上帝所差遣的耶稣基督来。彼得已经清楚表明，毋是伊家己的力量，而且伫第3章内面，伊爱众人就爱悔改，而且上帝的赏赐对阿伯拉罕遐落来的祝福。所以当彼得伊伫圣殿内面，伊咧宣讲耶稣基督迄个信息的时阵，其实甲耶稣在世的时阵，伊开始咧宣讲的迄个信息是共款的，就是悔改的信息。彼得毋但宣讲即个信息尔，伊阁讲到耶稣基督死阁过活的故事。顶一摆，彼得伫五旬节的时阵，伊的宣讲，互3000个人改变因的信仰，然后对犹太教改信耶稣是基督的这件代志，改信耶稣是上帝的囝。所以，当即个遮侪人一群人，因的信仰改变，就是直接威胁到当时的宗教的即个权的有即个咱讲犹太教因的即个权威。所以，当即阵有权威的人，因受到威胁，因时时刻刻拢咧注意着彼得即群人因咧做甚物。所以，当彼得伊为着过活耶稣咧做见证的时阵，互真侪人来相信、来倚靠的时，即个有权威的宗教的当局，因就爱采取一个行动，要来保护因犹太宗教的利益。所以，咱看到当即阵犹太宗教的领袖，因阁一摆会听到彼得咧宣讲、咧教示人有关过活遮个代志的时阵，有关耶稣基督伊的救赎的代志的时阵，其中有一阵无相信过活的撒都该人真受气，因就甲祭司、甲圣殿遮的兵丁，就将彼得甲约翰抓起来。不过伫当时，圣经内面记载讲，伫圣殿内面听到彼得传讲信心的人，无论查甫查某，其实已经超过5000人啊。所以，即群人因听到彼得所传讲福音的信息，而且愿意悔改，改变因的宗教的信仰。当彼得宣讲了，天嘛暗嘛，彼得无法度，伊好爱互人掠过暝。到第2天的早起，伫耶路撒冷的会堂，因要来审判彼得甲约翰。迄个会堂咧审判，亲像伫法庭共款。一边是遮伫的中官，一个长老甲遮的经学士；另外一边就是彼得甲约翰，即阵无学问的平民。所以，即阵咧审判的人，即个中官因的问题是，通常咧问遮的讲，就是即阵咧扰乱社会
和平的人所问的问题。伊讲是治水是甚物人，互你有权柄来做遮的代志咧？遮个人咧问遮个问题，因设想的状况是安尼，因为因控制，因有权威，因有工具，所以当即个权威互彼得甲约翰来挑战的时阵，其实因真着惊。但是咱看到圣经内面咧描写着，彼得会当伫遮有权威的人的面前讲话，迄是因为信心的缘故。所以彼得搁一届互信心所充满。所以当彼得咧讲话的时阵，伊的话语，伊讲的内容，有一寡互遮的宗教的领袖感觉真害恼，真袂爽快。因认为彼得甲约翰亲像是罪犯共款。那呢，因的罪名到底是甚物呢？因的罪名就是伫遐，就是伫即位已经无法度行路、摆骹的人的身躯顶所做遮的代志，因认定这是犯罪啊。但是即位互医治了后，伊会当徛伫众人的面前。伊会当振动，会当跳舞，会当唱歌，学罗上帝。伊完全恢复，这个能力是出自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所发出来的能力。这位耶稣，就是互迄个水泥工气煞的石，原本袂当成做迄个目标的基础，但是即马。才变成即个有五望的触角石啊！咱看到，当即个情形发生的时阵，即个宗教的领袖，因头前有一个麻烦啊。即个麻烦就是彼得甲约翰伫当时会当讲，因是无受到教育的人。当因拄到即个麻烦，即个宗教领袖拄到的麻烦是，因陷入一个困境。即个困境就是因去处罚即两位因所讨厌的使徒，那呢可能即个群众的内面有人会看，因为看到摆骹得到医治，因会当知影国外耶稣的能力是对遮来的时阵，因可能会产生另外一方面会暴动伫的。即群人因知影，因会拄到即款的麻烦。所以，当因找无彼得甲约翰要甲因定罪遮的律法的条例了后，因找无到理由来处罚因，所以要避免因伫宗教的控制顶面受到影响，所以因采取的一个行动就是，伊爱彼得甲约翰爱点，爱安静，因警告因，袂当搁去辩论，袂当搁去讲说。耶稣基督国外的信息，所以嘛袂当因去做遮有关新约基础的代志，嘛袂当照着耶稣基督的名去发表一寡言论来教示人。咱看到权威的人，因敢会当威胁因，然后甲因放出去。但是即阵有权威的人。因想要互即阵互信心充满的使徒安静，其实咱会当看到，这是无法度阻挡的，因为即阵见证的人，因毋是想要惹麻烦，因只是想要会当真自由来讲出因所看到的，讲出因所听到的。所以，当信心充满伫彼得的身躯顶。上帝就甲伊同在，上帝就咧保护伊、看顾伊。当彼得甲约翰转去到群众的内面、中间的时阵，咱会当看到一件代志：彼得继续伫众人的面前的演讲，互5000个人悔改。即个悔改，咱会当对即个时期会当看到，迄是一个信仰的运动。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行的中间，所以当彼得伫即阵宗教人士
这个犹太人的领袖头前讲出这个见证的时阵，其实这阵宗教领袖因无认为彼得甲约翰所讲的，因无得到真正的拯救。所以对圣经内面咱看到，彼得甲约翰虽然无受过犹太人的教育，无受过罗马公民的训练，伊嘛袂晓遐个修辞学、演讲的这个演讲学这方面，总是因所讲出的，或者个宗教的领袖，感觉因真无法度来控制因为信心所引起这一切的信仰的运动。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信心嘛伫咱中间，其实咱拢会当亲像彼得共款，来讲出耶稣是基督，耶稣死过活。咱会当对咱每一个人身躯顶所领受的，甲上帝所赏赐的，你会当讲出来。其实你毋免讲啊真深，会遐讲的，咱讲遐神学的遮个概念，也是理论。你嘛毋免用真花言巧语、华丽的言辞，你拢毋免，因为咱只要愿意互信心来引带，咱嘛毋免读足侪遐个释义书、遐个经典，拢毋免，因为你只要将你所看到的、你所听到的，有关耶稣基督的故事。有关你甲耶稣基督、甲上帝、甲信心中间这个见证，真实甲分享出去。我相信听到的人会因为安尼得到福气，听到的人会因为安尼来学乐上帝。可能咱还有一淡薄仔烦恼，讲牧师你大概拢安尼讲，我是要安怎有这个信心来甲人分享的？我可能无法度真实，甲人来分享讲上帝救赎的信息到底是甚物。我可能无法度互人真正去感受到上帝透过耶稣所展现的爱。那呢，我应该爱安怎做呢？咱想看觅，今仔日若是你是彼得甲约翰。你伫公会内面，你伫即个会堂的中间，互人审问，面对即个极大的挑战的时阵，你会怎样做呢？我想，咱可能会做代志是，咱向上帝祈祷，祈祷上帝，互咱保守咱，互咱会当过了即关就好，互咱莫互人关起来就好。但是彼得，伊确实真有胆量，伊有勇气，因为当因转去到家己人的中间的时阵，因咧面对家己伫会堂内面所拄着这个状况，伊甲将祭司、将长老因所讲的这个话，大家报告了后，因转去到家己的这个信仰的团体内面的时阵，伊悠然勇敢来传讲上帝信息。这个信息，伊上主要挖开这个能力，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咱看到《使徒行传》内面，伊所做一件代志，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当伊咧行医治、行神力、行其他的奇事的时阵，拢是因为奉耶稣基督的名。咱是一个信仰团体。咱上重要的工作就是勇敢来传讲上帝大气力、有能力的作为。所以，当这阵信仰团体彼得、约翰甲这使徒伊个边仔所有的人，因同心合意咧祈祷。因咧祈祷的内容是为着彼得甲约翰所遭有的代志咧祈祷。因为着外在的威胁来祈祷，因为着爱来实践耶稣基督的教示来祈祷，因为着勇敢来传讲耶稣基督信息来祈祷。
因为着奉耶稣基督圣神的名，行新列奇事来祈祷。所以当因做伙聚集的时阵，因将一件一件代志摆咧伫上帝面前，因祈求上帝来应允。伫《使徒行传》第4章出现一件大咱人无法度理解的代志，就是当因祈祷了后，因聚集的所在震动摇动。咱若伫台湾，咱会当讲地动啊，总是伫迄个时刻，迄个震动代表着使徒甲正人的祈祷得到上帝应允，所以因得到即个应允了后，因搁一摆大胆出去，去传讲上帝的道理。上帝的道理所讲的是耶稣基督传讲信息中上帝的法度，包括了耶稣的讲道、医治、行新列，以及耶稣的死佮过活。是上帝透过降世成做人的耶稣，伫耶稣的教示的内面，所展现上帝的救恩的计划。大胆勇敢，是咱伫即段经文内面所看到的，嘛是路加福音甲使徒行传的作者对即种大胆甲勇敢一个行动真悬的赞许。伊讲这是一个品德的行为，所以咱看到，毋那是伫使徒行传一开始第1章就讲到，伊咧称呼迄个提阿非罗咧面对考验甲困难的时阵，伊嘛是需要大胆甲勇敢。咱若对于使徒行传内面看到，有侪侪咧要求着门徒咧面对迄个压迫的时阵，毋通退到后面，因为因爱有勇敢甲大胆。当迄个压迫甲威胁要来毁灭即个信仰团体的时阵，那呢，咱基督徒咧面对即种困境的时，咱爱做啥物呢？未来一年，咱可能会拄着侪侪的挑战，那呢，咱爱做啥物呢？咱对《使徒行传》内面看到，因转向上帝，因转向上帝，就是迄位创造世界甲所有人同在的上帝，就是迄位用伊的能力来保守所有的代志的上帝。所以咱转向上帝，即使咱咧面对遮迫害的时阵，即使咱咧面对遮有权威的人的迫害，咱爱知上帝手袂离开，袂离开咱，因为咱是伊所创造、伊所疼的人。今仔日咱看到《使徒行传》内面有上帝作为，有人的话语，迄个中间的关系是上帝毋但用即个话语，嘛用即个有力的医治的行动，临到人的身躯顶。咱每一个人都需要医治，咱上帝话会临到咱，但是这种有力的医治，爱照着话语，然后爱解说、爱宣讲、爱见证、爱来辩护，听起来敢若真困难，总是就是将你所看到、你所听到来传讲出去。咱嘛当看到《使徒行传》内面。因在做见证，甲因的敬拜有互相的影响。这个影响都是对因祈祷开始。彼得会作为甲见证，虽然引起犹太宗教的领袖有一寡反弹甲受气，总是当因咧见证耶稣基督的能力了后，因转来祈祷，因转来找求上帝，因转来敬拜。恳求上帝赏赐因有教业的气力。使徒行传记载着初代教会的形成，整个的过程中间拢有信心的引带，所以伫当时所组成的人员的中间，有使徒，
有百姓，因受到信心的感动，所以因所做的代志，就是自责祈祷。为着因所面对的挑战，为着因所面对的逼压来祈祷，为着因要出去传讲耶稣基督国话的信息去祈祷。所以，当咱咧世界中间，咱实时咱每一天拢咧面对无共款的代志的时阵，咱拢会当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咱的教会其实甲《使徒行传》内面所描写的，其实是拢共款的。因为使徒甲信徒咧做代志，就是爱用祈祷去脱掉所有咱要做的代志。祷告辅助我们所要做的一切的工作，所以祈祷显明真重要。伫旧约的时代，咱向上帝祈祷，敢若会当透过祭司以及献祭过程中间，咱才有法度向上帝来讲话。但是伫耶稣基督过活了后，祈祷毋是一种专门的状态。伫使徒甲信徒的祈祷了后，咱会知咱每一届祈祷，咱上尾拢会用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觉英文内面的翻译是 In Jesus' name， 伫耶稣的内面。咱奉耶稣的名了后，信心的工就成就了上帝的计划了。咱教会早前拜三祈祷会，咱拢有一个固定的群组。可能咱每一年，也是每一个世代，咱的形态拢会无共款。有时会用查经做主体，有时会用祈祷做中心。总是咱的参与的这个热情，敢若无遐尼也悬。所以，敢若伫迄个群组内面，阁有侪人毋知。所以拜三的祈祷会伫礼拜组决定了后，咱将这个信息放伫咱的大群组内面，毋望会当有更较侪兄弟姊妹参与加入伫查经祈祷会内面。伫这内面，虽然咱有查经，咱有祈祷，可能迄个比例无共款，可能每一个人入来所要了解的迄个需求嘛无共款。总是咱拢是伫祈祷会的内面，咱同心要为着世界。要为着台湾，要为着教会，要为着集体，要为着你个人来感谢上帝。当咱咧面对挑战，咱咧面对困境的祈求的时阵，咱嘛会当献上咱的祈祷，恳求上帝来看顾保守。伫今仔日咱所读的《使徒行传》第4章，咱会当看到彼得甲约翰得到这个宗教领袖抓了后，甲因放转去。因无因为惊吓，就停止演讲；因无因为惊吓，就无搁一届搁去甲人来分享上帝的话。因赢过这个逼压的经历，互因会当搁较明白上帝交托因的使命甲任务。嘛，互伊搁一届真实去经历到信心充满的快乐，所以咱看到因同心合意做伙祈祷。伫祈祷的时，伊想起大笔的诗，就是诗篇第2篇。知影所有言遮的受膏的，就是因所跟对的耶稣。所以因的信心就哪来哪多，哪来哪强大。因向上帝迫切咧呼求，所以咱会当搁看到上帝伊做工的方法。其实上帝伊爱咱每一个人，爱整个教会做伙同心合意，为着伊要做的代志来祈祷。那呢，信心就会降临伫咱的世界、咱的社会、咱的中间，互搁较侪人来信靠伊。所以，咱伫信心的引带内面，咱毋免惊吓，
咱来勇敢去传扬你所看到的、你所听到的，互信心的感动你行出去，去实践耶稣基督的命令，就是互万民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伫新年的头一个主日，望咱当做伙参与伫上帝计划内面。若是咱家己得到尔，咱搁较重要的是，咱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勇敢大胆去传扬耶稣死佮救活的好消息。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阮感谢你，你听阮，你看顾阮。当阮伫这世界中，阮会拄到侪侪的代志，有好的，有歹的。我嘛会定定去做一寡代志，总是阮毋知阮伫方向伫倒位。透过使徒行传，阮看见彼得、约翰因勇敢去传讲上帝的话，因勇敢去传讲因所看到、所听到的耶稣基督的故事，因去讲传因家己的经历。阮恳求上帝帮助阮，互阮会当同心合意自己做伙祈祷，然后对你也得到上帝所赏赐的馈赠，透过信心的引带，互阮勇敢壮胆去传扬你的好消息。愿主看顾，互阮伫未来的日子，因为阮的传讲，互更较侪人来认捌你，来相信你，领受属天的福气，嘛互众人会当来学乐你的名。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咱来吟诗，圣诗520首。至圣的天父，求你阿罗听；至圣的天父，求你阿罗听。愿你使圣神教示阮三听，温柔搁谦卑，德行哪加天？逐日熬克己，听人亲像你。咱起立来吟全首圣诗520首。至圣的天父，求你阿罗听，愿你使圣神教示阮三听，温柔搁谦卑，德行哪加天？逐日熬克己，听人亲像你。求你引带我，为敬圣生活。那伫你面前献出互你看，互阮的决心，下主的脚步，真心听别人主心看耶稣，掌愿确实在你是上君王，我虽梦乱流，你的规律大，地上艰苦事，为阮到世界，多多这三听，互阮每帮你。阿门。请坐。以民咱来奉献。
请坐。下面我来报告，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2解。请，国我的上帝要照伊阳光中的富有，伫耶稣基督补足你一切欠缺。腓立比书4章19节，国我的上帝要照伊阳光中的富有，伫耶稣补足恁一切欠缺。腓立比书4章19节。下礼拜侍奉当中，咱领唱是潘美妍长老，司礼是张恩新执事，司琴张丁宪兄弟，献士圣歌队，司献是郑仁娇执事，甲林宗豪执事，交代是郑仁娇执事，甲许伯恩兄弟。音控是曹明祥弟兄甲张信曹明祥执事甲张信群兄弟吼。好，咱拜三查经祈祷会吼，主理是柯牧师，司会是我本人。咱要查考的圣经是撒母耳下卷24章吼。咱第几个礼拜，主理是理和传道书吼。咱经文甲圣经圣诗吼，咱得家己来看吼。来看后面，咱看第6面，咱教会消息吼。咱2024年度合完后会，咱补选有执事吼。咱3名有柯玉佳、张景元、徐伯龙3位当选咱的执事吼。第2项，咱拜三查经祈祷会吼，对2月开始。咱该伫咱教会会友的群组来进行吼，咱邀请咱兄弟姊妹拜三暗时8点做阵参加吼。咱拜第3点对咱书会训练吼，咱2月25下昼1点，咱要伫地下室举行书会训练吼，请咱全体中级甲对书会服饰有兴趣的会友嘛做阵参加吼。咱就伫1楼的柜台来点写报名参加吼。第4项，咱有修订咱的目沙路牧师馆吼，使用管理的办法吼。咱目沙路牧师馆吼，伫去年8月吼，咱理和传道书已经刷入来使用啊吼。小会伫应该是2月初4小开小会啦。2月7号有公告吼，咱增加管理办法第6条吼。咱有公告伫公布栏，咱再来去看吼。好，以上，咱平安礼。对，新的朋友。好来。先离开啊吼。OK， 好，安尼先。好，咱要平安礼进前呢，因为咱昨新春礼拜有介绍几个家庭吼，今仔日咱嘛有几个家庭，昨无来，今仔有来，请举手。我来开玩笑啦吼，咱游玩吼，家己昨无看到的遮个家庭吼，甲因请安问好吼。今仔日咱人数较少，咱让尽量甲所有的兄弟姊妹做伙握手，甲因请安讲新春平安。好，来咱来行平安礼。
人拢真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真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真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真做神，因为耶稣的光明。因为耶稣，咱有过活的人生，欢喜享受做活命，欢喜加咱地出听。因为耶稣丰富产业做注定，请坐。咱个吟诗吼，咱个徛起来吼，391首。咱尾边的诗391首，俄罗天顶自在。咱最先来吟全首，吟诗线，请牧师带咱祝祷。俄罗天顶自在，创造天地家下，保护万民，人人的普天的放心火炉上帝，火炉上会被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所授予真正的平安甲喜乐，信心的扶持甲帮赞，基督耶稣基督的过活甲救赎，甲恁众人之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麦倒。咱今日礼拜到这个所在，愿上帝祝福大家。那昨无翕到相的吼，要伫咱台前翕相的，恁就来一个家庭来翕相吼。好，大家平安。